清晨的风轻轻吹过窗前，我睁开眼，又是新的恩典。能呼吸，能微笑，是你所赐的气息。主啊，谢谢你赐我今日的光明。一杯清水映出你的慈爱，一口释然满有你的恩惠。我虽微小，你仍眷顾不已，在凡事中我感受到你满满的爱。每一天都是恩典，每一步都有你同在。主啊，你的爱不曾改变，你的同在安慰我心怀。每一天都是恩典，即使风雨也有平安。主啊，你的心事永远长存，我一生要感恩歌唱。各位兄弟大家平安，真欢喜咱伫个清早会当个一个来共同圣经的共读，这是咱三个来祈祷。慈悲听阮的天父上帝，阮感谢着你，伫清早你个互阮会当借着这个美好的时间阮要伫这个所在来圣经共读。阮感谢天父上帝，因为你日日会看顾，也互阮会当借着这种的圣经共读来操练着阮属灵的性命。阮也恳求天父上帝，你的灵叫阮萨甲同在。伫清早，互阮伫遮所共读所分享的美好的信息，拢成做阮每一个人的帮助，也互阮讲的，甲听边边领受到天父上帝你的祝福。阮为影献上阮的感谢，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免。咱这时三个来共读申命记13章第1节甲第18节。恁中间若有先知，也是做梦的出现，惊神热奇事互恁看，对恁讲，咱来去敬拜服侍恁毋捌的神明。虽然因所行的神热奇事有实现，恁嘛毋通听从迄个先知也是做梦的话，因为上主恁的上帝在考验恁，爱知恁是毋是专心专情听伊。恁着顺坦上主恁的上帝，敬畏伊，遵守伊的诫命，听从伊的话，顺服服侍伊，忠诚跟对伊。迄个先知也是做梦的，着甲伊处死，因为伊引诱恁背叛，带恁出埃及，救赎恁脱离做奴才的家的上主恁的上帝，互恁偏离伊命令恁着行的道路，安尼就对恁中间拄起迄个邪恶的事。恁共某的兄弟，也是恁的囝、查某囝，恁所疼的某、亲密的朋友，若有人暗中引诱恁，讲咱来去拜别的神明，遐个神明是恁甲恁的列祖毋捌的，是四维的民族，毋管离开恁远也是近，也是伫即个地任何所在得拜，恁毋通听从伊，毋通同情，毋通笑伊，嘛毋通暗护伊。恁一定着把伊处死，恁着先下手，然后众人下手互伊死。恁着用石头把伊杀死，因为伊想要引诱恁偏离，带恁出埃及，脱离做奴才的家的上主恁的上帝。安尼，以色列众人听着就会惊，无人敢阁做这款可恶的事。伫上主恁的上帝赏赐恁徛起的城，恁若听见，
有歹人出来引诱城内的人，讲咱来去服侍别个神明，这个神明是恁毋捌的，恁就着探听、调查、详细查问。恁中间若真正有即款可恶的事，恁一定要用刀杀死城内的住民，甲城内所有的，以及因的情生。恁就将迄个城的财物踏伫宫廷，用火烧城，甲拢总的财物归互上主恁的上帝，互迄个城永远荒废，袂用得重建。所有应该毁灭的物，连一项拢毋通摕，安尼上主就会回心转意，无发大受气，颠倒施恩互恁，怜悯恁，照伊对恁的列祖所立誓，互恁人业加天。因为恁听从上主恁的上帝的话，遵守我今仔日所命令，恁以一切的诫命，做上主恁的上帝看做的事。以上，今仔咱要伫这个所在来分享《申命记》第13章内底来持守纯正的这信仰。咱有分做几点来教着咱众兄弟姊妹咱的核心同工，咱彼此来分享。第一，伫第一节甲第三节，咱就爱绝对来军队咱的神，毋通军队任何有邪灵怪力的先知，也是做梦的人。因虽然有能力，因会当应验，但迄是因为上帝要试验咱，要知影咱是毋是真心、真心、真力听耶和华咱的上帝。第四节内底，伊有讲出着几项这重要的这指令，就是讲顺从、敬畏、谨守、听从、侍奉、专靠。伫第四节的这句话内底，全部包括在内，也就是咱信仰性命所应该专一的教导。咱来尽力来军队咱的上帝，并且用尽心、尽力、专意来去拄起这无好的引诱。咱毋通三心两意，就是要绝对单单的来军队咱的神。第二，伫第六节甲第七节，若是有同胞、兄弟、姊妹、儿女、家后，也是同性命的好朋友，暗中引诱咱，拢都要来拒绝，单单来军队上帝。面对至亲至疼的人的引诱，咱毋通用这个情感甲着关系来去军队伊，侍奉来去军队来去侍奉别个上帝。咱来坚心拒绝这无好的歹，把因除掉。伫第四节已经搁再一次来宣告、来重申他拄仔讲的迄六种的指令。爱咱来好好来尊重，就是爱来除去这无好的这引诱，因为伫信仰顶缘绝对袂当受到这个儿女亲情来互咱行起着歪错。第七节甲第八节内底所伫强调的，做更加一个明确的补强甲着规范，就是为这所来。所以第八节甲第11节内底伫咧总结讲，凡是来勾引咱离开上帝真道的人，无论是先知、假教师，也是有权有势的人，甚至是咱的亲人好友，拢应该将因治死。当然，这个治死是伫迄个时代的作为，但现今咱同款爱无顾惜一切的情感，甲着情义，就是爱除掉这个歹。因为伫咱的信仰的当中是无有大罪的，伫这个魔鬼撒旦的引诱，来透过着这亲情来引诱咱，互咱若行歪错，这就是咱爱伫迄个所在来警醒的。因为真理就是真理，咱一定伫咱的信仰内底，咱好好来持守这。第三，伫第12节甲13节有
讲到即个咱城内的匪类，若交引咱较低的人，也就是现今真济食即个基督的名，行传家道理的，无符合圣经教导的话的人，这嘛是确实存在伫咱的中间。圣经中讲爱用刀来杀死这百姓，甲一切精死，并且用火来烧灭一切的这物件，总是嘛是这伫咧提醒着咱伫现实的咱的心眼，爱用迄种光爱明亮来看见，爱有一个好的判断力，坚信圣经的话，这是唯一的信仰，才是唯一的真理。因为真理无需要去辩论，无需要去印证，因为上帝已经用主耶稣基督道成肉体来成做人，并且死里搁活来印证这个一切的改变。所以伫18节最后一个来重申恁爱听耶和华恁上帝的话，遵守伊今仔日所予咱的吩咐，甲一切的改变。行耶和华眼中看做正、看做好的事，就是上帝。安尼伫迄个所在，若看见着咱，伊就要伫迄个所在来回心转意，伊就无伫迄个所在来发烈怒，伊就伫迄个所在要来恩待着咱，伫迄个所在来怜悯着咱，照伊咱的列祖所起的这誓约，来互咱的人数大大来加添。所以伫这13章内底的经文的总结讲，这番话是要讲是伫摩西伫摩押平原，这将要进入到迦南地的这以色列人讲的。佮再一次咧，伫迄个所在来强调，是再一次来强调，毋是伫迄个所在更新诫命，再一次来强调，恁绝对爱跟对上帝，毋通互这假先知也是情感顶无好的俗世。这等等代志来引诱咱离开上帝，去侍奉别个上帝。因为咱若坚心来倚靠咱独一的真神，虽望咱有坎坷的路，但是最后上帝必赐福，嘛要加倍的赏赐予咱，绝对无予咱的祈祷伫迄个所在来落空。诗篇第16篇的第2节，安尼讲，你是我的主，我的好处无伫你以外。11节佫讲，你要将性命的道路来指示我，伫你的面前有满足的喜乐，伫你的正手当中有永远的这福乐。愿咱一生拢会当来持守纯正的信仰。以上即是咱三个来头祈祷。慈悲听了阮的天父上帝，阮感谢着你，阮看见着今仔日的经文，佫再一次甲阮提醒，伫阮的生命当中，阮毋通去听从遐歪错无纯正的道理，伫迄个当所在当作是真理来伫遐来遵守，甚至是阮家己的身躯边的这至亲好友等等，若伫遐讲出着无纯正的道理，无好的这引诱，阮拢都要一概伫迄所在拒绝，阮爱单单持守，来单单仰望着对主你来的教导，特别阮敢若唯一信靠、唯一相信圣经内底所教导的话语，恳求天父上帝，你互阮有这种的看见，互阮愿意伫阮家己的生命当中，阮纯正的信仰是对天父上帝你的话来的，互阮伫阮的生命当中，阮听。是听真理，阮听毋是听这无好的伫迄个所在的这邪门歪道的讲法。阮恳求天父上帝，你佫一摆来帮助阮，开看阮每一个兄弟姊妹，阮的心伫阮的生命当中，更加阮的信仰会当得到了真好的操练，真好的这持守，来得到了上帝你加倍的祝福。阮为来献上阮的感谢，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当我迷失，你为我指明方向。纵然道路艰难，泪流满面，我仍要感谢
你从未离开我身边。多少次我跌倒在黑夜里，你用话语扶起我心。多少次我想放弃，你赐我盼望，再次前行。每一天都是恩典，每一步都有你同在。主啊，你的爱不曾改变，你同在安慰我心怀。每一天都是恩典，即使风雨也有平安。主啊，你的心事永远长存，我一生要感言歌唱。感谢你，主啊，为每一次呼吸。感谢你，让我能感受风的清新。感谢你赐我看得见的阳光，也感谢你在黑暗中仍有盼望。感谢你主啊，为生命的奇迹。感谢你听我每个祷告的回应。感谢你让我懂得去爱，去原谅，让我看见每一天都是恩典。主啊，你慈爱永不变。你的话语是我脚前的灯，你的光照亮我前行的路。每一天都是恩典，主啊，我要紧紧跟随。无论何处，无论何年，我都要感恩敬拜你的名。主啊，谢谢你让我有气息能赞美，让我有眼泪能体会，让我有生命能歌唱。一切都是恩典。主啊，谢谢你让我有气息能赞美，让我有眼泪能体会，让我有生命能歌唱。一切都是恩典。